某一日，麥德換咗個新電話，咁好開心咁整理緊啲聯絡人，諗住刪走啲冇用嘅號碼。去到 M 字頭嘅時候，佢發現有個人就係麥乜啦。佢呆咗幾秒，心諗其實都唔需要再留低啦，係時候放低啦。於是佢深呼吸，諗一諗之後就刪除咗呢個聯絡人啦。佢鬆咗口氣，心諗終於清理晒啦。但過咗幾秒之後，手機突然之間彈咗個通知，寫住建議聯絡人乜乜。麥乜就拗頭啦，跟住人工智能提醒佢話：你似乎經常聯絡此人，要唔要加返通訊率啊？跟住麥乜忍唔住就同 AI 講：好啦，AI 你玩夠啦。